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宜生分行 Fleming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咧就係一個海之戀雙連單位，係一個6座中高層嘅一個 B/C 單位，實用面積咧兩間夾埋係1942尺嘅。咁咧個單位因為係兩間打通，中間嘅位置咧劏開咗夾埋之後咧，咁其實個空間咁係非常之充裕。咁係分班係呢個客飯廳啦，再加埋個邊廳位置。咁我哋而家事不宜遲，可以望大家先。喺客廳呢一個位置啦，咁啊亦都係做咗兩邊嘅大梳化啦，咁再有一個細嘅一個招呼朋友嘅一個搖搖椅咁樣啦，再加埋呢個大約係70寸左右嘅一個大電視啦，空間感係非常之充足嘅。而喺露台嘅一個空間啦，呢邊係大單位嗰邊嚟嘅，咁所以咧可以擺咗一個2人座位嘅一個戶外椅啦，空間感都係非常高。咁而我哋都可以睇埋咧另外一邊嘅露台。咁啊，業主亦都做咗個喺掉落嚟嘅電動晾衫架啦。客廳位置啦，因為兩間單位咧打通咗，咁所以咧個空間感咧就非常之大。我哋依家咧就係身處喺左手邊嗰邊咧，就做咗一個大套房。咁亦都係咧連接埋走廊位置咧，去埋另一間房咧，就係一個小朋友嘅一個遊戲機房啦。咁同埋啲衣櫃嘅空間。一套嘅揸車工具真係男士嘅必需品。咁另外沿住個走廊位啦，咁啊有埋一個鏡，全新嘅鏡啦，咁可以出街嘅時候咧，亦都執一執。之後啦，咁啊洗手間咧冇做太多嘅變化。之後啦，咁啊可以望埋瞓覺嗰個空間咧，其實呢邊係可以選擇到一個6尺床或者係5尺床 King size、Queen size 咧都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如果想多啲儲物空間咧，就可以喺走廊位置咧加到少少櫃。最後睇埋間細房先。咁呢度咧就係左邊嘅一個招呼朋友嘅客房啦。咁會擺咗一張係可以拉落嚟嘅收起埋嘅摺床啦。咁而且一個鋼琴啦，同埋一個細衣櫃嘅。呢個位置入到去咧，就係一個客廁嘅部分。門口位置咧，一入到嚟咧，就會係一個客廁嘅空間。咁咧，洗手間嘅位置咧係 keep 住咗嘅。咁但係只不過咧係浴缸個位咧就封咗，而封咗之後咧，下邊有儲物啦。咁而上面咧就做咗一個櫃咁樣。寵物狗狗咧，咁啊翻到嚟之後咧，就可以喺呢邊沖涼啦，咁同埋去吹翻乾隻寵物仔。呢個單位咧就有一個3房同埋一個4房，兩個邊咧就打咗一齊嘅。咁咧，我哋而家可以由廚房望咗先。廚房位置咧，呢度本身係細單位嘅嗰個廚房啦，咁啊唔會有太大嘅改動。咁喺嗰個灶頭嘅上面咧，咁啊做咗一個係乾衣機啦。咁如果想係改翻做原裝咧，其實呢個櫃拎走之後咧，其實個爐亦都喺下邊嘅。之後原本嘅一個儲物室咧，就變咗一個擺鞋嘅地方。咁可以望得清楚少少。兩間單位咧就會選擇咗喺呢一邊入，而可以睇得返啦。客廳嘅左邊咧就做咗一排嘅收納櫃，咁啊可以展示屋主嘅收藏品啦。之後咧一個角落頭嘅位置咧就擺一啲酒杯啊，去招呼朋友嘅茶具。飯廳嘅位置咧，做咗個大吊燈落嚟。呢個位置咧就係本身大單位嘅嗰個入門口嘅空間啦。咁擺咗一個大嘅
雙趟門嘅一個雪櫃位啊，咁所以空間非常大，可以見到。咁之後咧，廚房位就會係呢一度。咁啊，原裝有少少一個蒸焗爐啊、焗爐咧，冇太大變化。不過咧就加咗一個洗碗機嘅，同埋工人房位置就呢一度啦。呢間咧就係小朋友嘅房間，咁咧個間隔上亦都有少少嘅改動咗嘅。入到嚟之後咧，咁就會係原本應該係2間房嘅位置咧，咁啊打通咗。之後咧，咁就洗手間嘅位置融入咗入邊，咁啊變咗一個大套房嘅空間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喺客廳嘅一個右手邊嘅主人房空間，呢度咧就係2間房打通埋一齊嘅，咁咧就連埋個走廊位。入到門口呢個位置咧，首先就係一個業主嘅放收藏品嘅一個房間，咁同埋化妝嘅位置。之後咧，穿過翻一個走廊空間咧，就到咗主人房啦。一排嘅大衣櫃之後啦。咁咧就一個 king size 嘅床，之後咧呢個位置就係原本嘅一個主人浴室。咁啊浴缸位置之後咧，咁呢個企缸空間。